哦，手机软体的学英语的嘞，还离线可以使用的嘞，英汉字典嘞，哇，内容丰富啊，那 dictionary 然后什么 web 啊 ，Word Web， 英文英汉字典嘞，你看这个英文用英文来解释啊。有中文的吗？有中文的，而且有念出声音的那个是要升级版，要花钱买的嘞。这个免费的是没有中文没有发音的，没有读出声音的，已经不错了啦，有资料可以用了，还可以设起。还可以设起 Word， 还可以搜寻GOOD Word 哦，就这么多嘞，哇，内容丰富啊！搜寻 Word 就有这么多内容，哇，真好啊！你自己去找那个书本的啊，方便有效率啊！你要念出声音，那个是要花钱的，要付费去买升级版。Goodbye 怎么会有这个字啊？不错不错，可以搜寻啊，内容丰富，也可以推出内容丰富，真好。